台湾70几天零确诊啊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昨公布。一个20多岁日本女留学生来台湾读册，读4个多月，结果咧，登去日本煞确诊患着新型冠状病毒。至于中心发言人曾仁祥今日表示讲，已经甲日方来处理这个女学生相关的检验数字，属于是弱阳性，应该是培养袂出来这个病毒。啊，那其他在台规百接触者已经有44人检验是阴性，其他各个伫阴暗都会使检验出来。来台湾读册4个多月，20多岁女留学生6月20日登去日本东京机场时采检确诊。感染科的主任黄立民讲，这个女学生应该是伫台湾怀着的，这嘛是台湾第12例找无感染源的个案。社区可能还是有一些片段的传染链在进行哈，那应该是有传染到一些病人。那这些病人不是太轻微，没有去看医生。就是去看医生的时候没有做检查，某些点还有在某些诊所，第一线的诊所跟医院呢，要能够很方便的做新冠病毒的检验。黄立民讲，台湾的检验量确实伤少，加上29就要放宽外国人要有港澳人士的入境条件，应该考虑参考日本的做法，在机场扩大体检，甚至针对特定国家的旅客，应该每一个人拢体检，而且国内临床的检验量一直在减少，这嘛是温优。临床医师只要。比如说心血来潮多做一个检验，有些就抓到一个个案。只要有呼吸道，或是觉得这个人怪怪的，医生可能就帮他做个检验。那这样就会做很多检验。你做很多检验以后呢，你就有可能抓到你想象不到的个案。黄立民嘛烦恼讲，即马个人的防疫是愈来愈放松，抑过社区医院可能有零散的传染。所以讲提醒乡亲，连假4天出去佚佗，一定要提高警觉，挂喙安。安尼才有法度保护本身的健康。